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Jessica。今日嚟到火炭御龍山咧，介紹一個單位。咁呢個單位咧係兩房間隔，咁啊實用面積咧就係554尺。我哋入去望下，原裝嘅裝修，擴大咗個頭房。廚房入邊都相當齊備，各種嘅設施，包括洗衣機、煮食爐。景觀方面咧，亦都係相當優質。全個火炭嘅南半山都睇晒翠綠嘅山景，唔係個個單位都有㗎。長年嘅客飯廳咧，非常之好擺放㗎噃。多謝大家收睇，如果你有興趣嘅話，記得搵我啦，我一定耐心介紹樓盤俾大家。